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0月初3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陆尚珠。苗栗昨下晡发生随机伤害的案件，一个48岁姓区的查甫人举刀甲人堵，伤到2个国小的学生，还有一个查甫人，3个人拢送送病院去急救。落尾警方是有抓到人，佮查出伊伫咧2015年嘛捌伫咧超商共拍着伤，9月才拄出狱，但又佮犯案，也毋过这犯案的动机要来调查。 伫监视器看到一个姓区的查甫人举刀伫咧超商头前看到人就抬，有2个查某囡仔甲一个查甫人受伤。代志发生去当阵，查某囡仔袂飞走，有一个女子冒险冲去甲被抓掉的查某囡仔救出来，并且大家惊甲大声叫。姓区的嫌犯杀人了，走回去厝内举刀甲警察相向。 警察举枪喊声，叫伊把刀放落来，伊唔听，就坐遐一直看警察。要支援警力到现场，先分散去注意，上2枪电击枪，甲人压在涂骹。 要嫌犯被逮捕，押去警车，也若受伤的2个查某囡仔，其中1个人伤势较严重，都边胸腔被擦伤，有危险的情形。主要是因为左边胸部大概3到4公分的一个刺入伤，这个部分我们做了电脑断层之后，发现很明显的血胸、气胸的情况。我们之后稳定之后呢，预计会转到中国医药大学的医院做进一步处理。一个姓区的查甫人，今年9月拄出家，伫林里中介做无久。 警方讲，伊10年前也捌伫咧超商杀伤4个人，被判8年8个月，是一般毒品列管人口。因小弟讲，敢若是食毒，情绪无稳定。这几天有干嘛吗？没有啊，不晓得。对，就你们2兄弟住嘛？对，他有结婚吗？没有。警方会继续调查嫌犯杀人的原因。苗栗县政府初3也伫学校的周边启动活动勤务，保护学生囡仔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咱来关心花莲哦，马太安溪帮山湖涨大水，伫咧花莲造成严重的灾情。行政院长伫咧丹那市特别预算条例会增加200亿个预算，要来协助花莲的财损帮助一个重建。然后伫咧在后的伪造方案，上无是有投入5亿个经费，伫咧后礼拜2进前各部会会入去到灾区，来成立一站式的服务平台，互灾民也有农村的农民等等拢通来申请。 副总统萧美琴昨日下晡，佫一摆去花莲探视慰问灾民，听地方的需求，嘛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前进协调所。以这个居民的生活所需优先，那后续也是希望能够在中秋节过后那个礼拜，能够让学生至少视讯哦，那或者是再隔1个礼拜学校的相关的设施也能够让学童也恢复正常的上课。 马太安帮山湖一大水是重创花莲光复乡，行政院长杜英台初日主持宴会，开场就带领与会者默哀1分钟，家己难者致意。会后公布中央部会提供的灾后慰助方案，其中灾民慰问含津助金含辅助金的部分，死亡含失踪者是100万，重伤者25万，失业的儿少含4大人含身障者，大概人津助2万块，逐户的工园清理护管慰助金拢总15万，社区的逐户逐个月上济10000。 也是选安全津助，另外针对水电地租的减免，且受损保费上悬达5万，原住民的部分急难救助，大概人上悬10万。一站式的服务平台设置之后呢，会尽速到各村或者是部落，或者收容所，或者是公所，那么来接受民众的咨询，包括。 受理申请，尽速来发放。针对农村的部分，会提供天然灾害救助；产的部分，10公顷上悬补助流失10万，红台起5万，而且会提供产业辅导措施。另外，针对受灾的中小企业，提供给力的复工贷款，上悬50万，原本的贷款利息减免等等。制造业部分，我们主要提供的是针对它的相关设施设备的修缮补助，以200亿元为基础，提出丹纳斯台风及7·8豪雨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的修正，以及特别预算的追加。 同时呢，也会补足各项的重建计划的所需经费，不会因此排挤到原来丹纳斯灾区在协助工作上的排挤效应。行政院表示，讲各部会提供的灾后慰助方案，拢总25项，投入至少25亿的经费。后礼拜2，各部会会去灾区联合成立一站式的服务平台，直接受理民众的申请，以愈近愈简单愈好的原则来发放各项救助金。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过后的灾民未来到底是要何去何从呢？
馆长迄认为争取要来去共中计主体研究前传，却引起部落村民的不满哦。中央救灾中心前进指挥所总协调官桂连成表示，相关的规划也伫下面议，原民会嘛表示会继续和各部落来沟通。也那内政部长刘世宏是讲，国土署伫咧大塘县园区有5公顷的土地，那准备去中计主体有土地需求，会列去特别预算来去做。重建蓝图固韧性。配合政府重视部落声音，马太安溪一流重创江河乡，中间之路困难重重，灾民面临生活安置问题。行政提出7+7短期安置、中长期安置部分。法院院长徐振辉也建议前村安居部落村民无法度接受批评政府无问过族人的意见，强调在后中间爱护部落参加落实理灾不离乡。中长期的话呢？这个部分是完全跟部落没有讨论的，因为我们今天都还在问那些住在佛祖街的族人说，县政府提这个方案，他们有没有问过你们？好，这些族人跟我们的回应是说没有，他们都不知道。依据我们过去的经验，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中继安置所应该要具备阿美族人的特色、文化特色。胡老师表示，昨天拒绝研究处还是集中中计安置。王团长是讲，中计安置爱尊重族群文化差别。内政部长刘世宏前日表示，国土署已经在大塘园区找到5公顷土地作为中计主体下体用地，会阁针对每一户来问，若需求会列入特别预算来建造。农地改良之后呢，也可以回去做这样的农作的状况。那我们会挨家挨户呢去盘点跟调查这几户的这个农民呢，或者几户的这个受灾户有没有需要中继宅。至于后续的对话，将来就是原民会就是由我来代表来跟我们部落，不管是青年会或是我们的部落主席就会直接由我来亲自跟他们来对话。针对部落甲受灾户沟通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表示，相关规划会符合当地居民意愿，也要求官府成立联络窗口，甲原民会联络。本来就应该要有的嘛，那你应该建立一个窗口，让他们主动的跟他们联络，不要被动的被联络，是主动去跟原民部落去联络。防护箱能不能住？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们必须经过一个比较仔细的再去分析。太平洋网因登去部落中间，暗过江河乡河坡塌个正严重，部分受损，海水塌掉咧，有造成灾害风险，是不是继续大人？陈永全表示，政府不论是决定原地重启，前村或者是调整到期计划，拢会完成全面评估，制定政策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华联的马太安溪桥因为去福邦山河大水抢登去，交通部有去到现场勘查，讲会分3阶段来做。第1阶段用暗管做便道，15会先通车；第2阶段会做更替的便桥，也那中建好的马太安溪桥是按算116年底来上线通车。大型机构行伫山石坡的工作便道，将大涵坑送到现场赶工。经济公路局规划3阶段抢修，虽然第1阶段涵坑便道有工期底优点，暗过干来做紧急方案。第2阶段会做更便桥，已经确认路线个工法。更便桥牛底比原桥个提悬1.5公尺。第3阶段长期中间方案，会伫115年底单线双向通车，116年全线改期完成。2015年底单向桥梁通车的时候它是先做一侧，先开放让南北来往的就走这一侧，然后它再做另外一侧的桥梁。116年年底应该会完成。公路局表示，这次天气真好，涵坑便道工程进度比预期超前。第2阶段更便桥伫原桥两线型的顶悬，增加通水断面。到时阵行水区也会设监测设施。最后中间的马太安溪桥防控标准加倍增加到200年防控标准，也就是工程应抵抗平均每200年发生1摆大水。凸拟的一个我们如果桥梁的一个梁底来抬升让它比现在的堤顶高4.5米的这个方向来做推动。结构要变桥，等整个桥面也可能会提高提高周边的道路跟桥要连接的道路要怎么是跟着去配合这需要多花一点钱。学者认为200年防控标准伫先进国家已经是正悬的标准，工程经费也提悬，周边电话道路也会提升。不过上调也是要回归到灾害复兴机制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接来，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咱来看《中国时报》。大病院有名的诊所，常常是真恶挂号哦。有业者就透过赖交朋友，也是网络电商平台提供替人挂号的服务，大概是收400块至450块。卫福部认为讲业者安尼做是违法的，可能会罚5万至25万。接来，咱来看《联合报》。台北、新北也各有桃园吹一的时阵，这U-Bike速度，技术民众是无法度来招铁马，引起民怨。后来已经收好势，这3个县市政府表示要甲这个业者开发10万块。接来，咱来看《自由时报》。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4大死亡率第3名的病都是肺炎。卫福部长宣布，明年开始，这肺炎研究困难疫苗要全面升级。时代原底是爱注2剂，新的疫苗只要注1剂就好。针对第5回合台美关税协商，行政院副院长陈连军亲身说明，伊强调台湾未同意晶片生产台湾美国个人做一半的做法，谈判的团队嘛袂答应。也若美国想要台湾企业扩大投资，就要照台湾的规划，政府对政府，甲台湾产业自律经验搬过去。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初日对外说明，台美第5轮实体磋商进度，搁再声明台湾希望当争取关税调降税率，卖搁加塔。另外，针对232条款重点调查项目，嘛爱有优惠待遇。若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前讲，希望台美各人承担晶片的一半3零。陈丽君搁再声明台湾的立场。我方团队从来没有做出5-5分的承诺。这个也跟现在台美双方正在讨论的供应链合作的方案方向是不同的啊。那我们未来也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他有这个目标，就看他有没有能力做到，如何达到是考验他们的自己的努力了。陈丽君表示，美国希望台湾企业一旦扩大投资，台湾的应用模式是产业投资由企业自主规划。政府原来会建立信用保证机制，对企业进行融资支持。过来是政府对政府的部分，会协助美国打造产业自律，复制台湾产业的自律经验，降低企业家己拍拼的成本风险。扩大对美投资，并不是台湾供应链的移转，而是台湾供应链的延伸与扩展。各方面呢，其实都需要协助。如果这一些方面都规划得很顺利，最好还有类似台湾的科学园区的免税的制度，那一个园区在美国可能会有竞争力。副社党署长董子贤表示，任何海湾园区的规划，爱为台湾整体竞争力的立场做谨慎评估。陈丽君希望美国会当提供有利企业投资的土地、水电加签证这条件，才会当创造台美产业3赢。记者采访报道。花莲光复节后已经超过10天，也有7件篮球队去到光复国中来协助摒扫。目前7个受灾的砖头含定家厝摒扫的进度已经有88趴了，车路嘛已经清3成去。希望讲伫咧中秋进前拢总甲变好好势。环境部也和大藤公司协调，有准备6大占地场，面积加起来是29公顷，要来放这款烂土和粪扫，目前已经放45000栋了。工具带起就往光复国中去了。花莲光复乡救灾阁有新人力，透早有职业篮球队嘛来到3天，各家队职员拢总35人，全部去光复国中协助清理。就会很心痛啊！我们球队能帮忙就帮忙啊。复原工作继续进行，赛后军民合作摒扫，初二出动255台机具，1000人，清除粪扫量达到9861栋，是这阵上济的清运量。环境部甲大藤公司协调，已经准备好6个所在占坑，拢是大藤的土地。目前先用3位，总面积有29公顷。到10月初二，粪扫甲土刷总进场量超过4.5万吨。灾后清出的上万吨淤泥，已让2座战置场满载现场。这里就是紧急加开的第3座，但在短时间内就已经堆积如山，怪手持续向上堆高。而这处空间是否够用，还是有新的位置能够接手，都面临挑战。已经清出来大概是45000吨哦，那包含了淤泥跟垃圾。当然，我们预估呢，整个垃圾量跟淤泥量可以到8到10万吨，所以现在呢已经进入到第3个战置场，预计呢可能还会到第4个、第5个。中央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嘛报告这10天的工作成果，7个村庄的灾民主体粪扫加土刷的程度比例。
其中北富川集评率上悬，已经达到95%，大华川、大平川加东富川嘛达到90%，大东川87%，大马川85%，大安川80%，总集评率达到88.14%。环境部进一步指出，目前车路边水沟塌去是现阶段爱努力的目标。目前道路的侧沟大概是阻塞的，因为它必须要开人孔盖才能够清，自工是没办法帮忙，所以我们透过各县市环保局支援的清沟车，用机具的方式来清理。当我们把侧沟清理完了之后，我们的厕所就可以通。民生爱先办理，目前因为便所未通，要设置真济流动便所154个。大水表示，大东川、大马川这个所在已经慢慢会当正常供水。甘那村大平川、佛祖街、成功街差不多10外户，因为在顺甲涂沙囤积，即马无法度带人。后续原来配合各军程度进度甲用户需求，办理减收甲供水。记者采访报道。即马除了民众去救灾，台中也有将巨基公司出动7台无人的路途机来救灾，一台是通拄20个人哦。国军和民间业者合作，用这无人机除药消毒药水。小山鸟甲土山吐起来运出厝外，花莲光复乡救灾出现火工具。台中有一间机工具大厂运7台油电混合动力无人载具小山鸟救灾，会当吐100公斤以上，程度效率是人力的20倍。一个铲斗，它可以抵20铲那个铲子超人的那个产量那它举重平均可以到100公斤，大台的可以到120公斤左右。所以说，在我们救灾清淤的部分，它是一个20倍的人力效率这样。国军第3作战区303化学群嘛，甲民间厂商合作，出动无人机伫废弃物甲土山囤积区域执行大范围环境消毒作业，除了科技救灾。宜兰所有海事水产这个学校有20外个师生去灾区佛祖街一间民宿协助摒扫，真正得做生命教育。有老师找我们一起去花莲，想说要不要去救灾，他就想说好，就是尽一份小小的心力而已。我觉得除了服务学习之外，也进行了很棒的一场生命的教育。救灾现场嘛，出现一个行动不方便、安置伫大静国小的老阿伯，9月28家己登去自体线掉伫内底，隔工后社工发现，由国军协助脱困，把团工伊掉伫遐7天，花莲县政府赶紧赔回。高雄特搜队是9月28伫光复乡救一只狗仔，带去救护站安置，狗仔由队员领养，互灾区的温暖故事各加一件。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受到风台袂顶5外围云系影响，花莲、台东也有屏东今仔日会落阵雨，其中台东也有恒春半岛雨势较粗，咱来看温度。今仔日除了花东和屏东会落雨，也若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好天，也毋过过道山区是较会落雨。今仔日的高温普遍是伫咧32至35度。若目前气象署是针对大家县市来发布高温资讯，亲像台北、新北、台中、桃园，也有云林嘉义，天气真烧热，就要注意，可能会降到36度以上。台湾附近有一粒轻度风台袂顶雨，气象署讲，因为伊的路线偏南，袂直接对台湾过来。毋过这外围的云系也是会造成拜5、拜6，花莲、台东、恒春半岛会落阵雨。也若中秋连假的天气，早起拢是好天，过头山区和中南部是较高落雷公雨。这几天台湾天气稳定，各地头不止啊烧热，花莲灾区嘛继续在救灾，也毋过台湾注意。气象署指出，台湾的东南风，也就是菲律宾东边海面，伫咧初二早起8点已经形成第21号轻度风台袂顶雨。气象署表示，这粒风台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外围云系拜5、拜6的影响到花东甲恒春半岛会落阵雨。这次的台风，因为它的位置相对比较南边一些，所以影响到我们的外围云系，虽然会带来一些水汽，但是并不是很强的旺盛的对流，所以花莲、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那但是整体的雨量跟雨势并不会到太大。
再来中秋连假期间礼拜到拜一，气象署表示，这段期间未得风台的路线已经较往中国去，所以台湾附近上主要是受到高压的影响。大部分地区顶部拢是好天，不过过道山区和中南部较会上雨。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讲，拜五到礼拜，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会有较强的阵风，沿海嘛就要注意等应。中秋节这段时间，台风已经逐渐在接近中国的沿海了，台湾附近又恢复到比较以高压影响为主的天气，所以在上午、白天这段时间，天气一样是以晴朗炎热为主，但是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以及中南部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气象署表示，在菲律宾东方海边，未来热带系统也有可能继续发展。打算后礼拜六前后，也就是双十连假，热带系统会较往台湾东南部的海边。不过，敢有可能会形成风台？气象署讲，也有变数，要去观察。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马太安溪邦山湖内面的水量继续在降，也毋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要是维持红色警戒。空勤总队冒飞起来看，有按小型的水位观测普通，毋过天然坝因为伤过松，直升机是无法度向伫咧顶头。学者认为讲，目前上大的威胁是对水头落来的水量。直升机吊挂特殊教官要甲人送去邦山湖的坝体，不过接到涂骹踏出去2步，人就风对顶悬扭起哩。画面阁扭较近来看，教官的脚是规个纳入去路公园内面，连人要徛好在拢有困难，阁免讲互直升机停泊伫遮。林保署发电分署再去申请直升机飞到湖区，若要降落困难，但先装好小型水位观测浮标。是要概略去测量湖区水深的分布，后续就会去再进行水下地形测量跟进行水位计的安装。不过这部分必须要直升机能够降落，我们人员跟这个设备才能够下去。一透早6点出动的空翕机是翕到邦山湖顶悬是蓬蓬影。农业部讲，虽然伊的量体是明显缩小，但是嘛是持续在放。高升超过3亿远的土沙是83%踏伫坝体。学者伫在后作无语，讲即马主要的风险毋是坝体的脱水，颠倒是对水头来的来水较有风险。坝的溃决其实已经不是一个主要风险，这水体的瞬间往下冲，其实量体非常低，而比较需要担心的是上游进来的洪水量是多少，大概会增加1/4的流量。若是水头有1000 cms 的大水，会增加到1260 cms 冲去水尾。有警分嘛进一步模拟，若是超过1000 cms 的大水落来，主要受灾区同款会是南华、佛祖街这边，但是北华嘛会受影响。水利署是持续疏浚和补强北华来应用，但是中央嘛决定讲，当地只要24点钟累积的雨量到100毫米，就会随发警报。将会透过通报单跟细胞广播，运用警报系统，采用与海啸一般的冥想进行避难的这个作业。邦山湖嘛是爱装水位计来监控，这当对水位的变化来掌握感受新的邦山。林保署讲持续在试，另外上新的青台袂得暗算对灾区的影响无大，不过即马同款是维持红色警戒。内政部表示讲，要降级有几个要件，包括天候稳定、坝体稳定，还有雨路敢有疏浚、爆花敢有加固等等。记者综合报道。马太安溪邦山湖涨大水灾情是真严重，因为未来是要安怎来降低伤亡率？当地有居民就讲，迄天有村长来广播，也有警察车在广播，也毋过是拢听无清楚到底是伫咧讲啥。有部落青年是认为讲，花莲光复乡有真侪关注民，若要传达重要的消息，就要用时代惯势的武器来放送，安尼时代才听会有。光复乡的林家厝无用咧摒扫落公梅，居民讲收起邦山湖迄天，也是心惊惊，受到灾害发生进前，当地居民讲虽然有听到广播，但是也有人听无清楚内容，也有人唔知影伊咧讲啥。那我们就听不到，只是有听到广播而已，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啊，很快就过去了。应该是用国语吧。就是国语跟台语2种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县政府已经有预警。所以预留准备要留下来。花莲的光复乡有带汉人，也有带关注民。代志发生迄天，广播爱民众摕离的有警察车，也有村长的办公室。当地的关注民青年认为，因为遮大的是大较济，爱用武器广播，才会当真正传达信息。这边都是阿美族的，所以我们都会先用国语讲一次，然后再讲阿美语，所以就是这边没有受困的，或者是有受伤的。
当时大马村的村长就是用这个放送头，爱民众赶紧撤离。不过考虑到当地时代可能听无华语，所以要用阿美族语，爱民众赶紧撤离。民众认为，若是面对灾难，居民无法度知影广播的内容，可能就影响到避难，所以希望花莲县政府也会提供阿美族语的广播。对此，花莲县府也特别澄清，广播有建立 SOP， 内底包含爱照当地居民的语言习惯来做放送。针对当地的语言以及习惯来进行播放。那我们目前的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以国语以及当地习惯的语言来做传播。县府也表示，无论是村长的广播、警察车，也是消防放送，拢会要求爱照当地母语来做通知。未来也会要求落实，确实做好传达正确的消息给民众。记者第一线柯敏哲花莲报道。镜头转到国际，摩洛哥的 Z 世代青年连续5天伫咧各地抗议政府施政有问题，示威的人要求政府就要把预算用伫咧医疗甲教育，毋是开大钱来举办2023年的世界杯体育比赛。后来示威嘛演变做暴力冲突，有3个人互警方断尸，超过400人轰掠，200多人受伤。几百个面嗡起来的查甫人放火烧汽车银行含店街，而且甲窗仔门牵落破。连续5天，摩洛哥的Z世代青年行起伫街路，而且伫真侪城市咧抗议，因批评政府腐败，甲几十亿美金的预算集中伫咧非洲国家锦标赛和2030年世界杯这体育比赛，和2026年的国会选举顶悬，却无咧插国内医疗和教育需求。但是抗议却伫第4天变作暴力冲突。خارجين خويا احنا ما بغينا لا كره لا والو كره كنت عطينا وعطاتنا شحال هذه وعطات للدراري حنا بغينا الصحه والشعب والدينا تيموتوا لينا وحنا كنخرجوا باش نطالبوا بالحقوق ديالنا المشروعه مي تواجهنا بالرفض وبالقمع سمحوا لي عييت بالجزره حيتاش ما بقاش عندنا الحق نتمشاو في الشارع العام ما عرفناش علاش تقمعنا سلميا وولينا كنطاردوا من قبل الشرطه وما عندناش الحق نوقفوا في اماكن عامه。对民众的指控，摩洛哥政府否认，强调无甲建造体育馆踩伫上优先的部分。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摩洛哥伫9月有8个有心人因为破腹生囝手术死亡。抗议者口说讲，因知影体育馆的位，却毋知影病院伫倒位。国际特赦组织除了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另外一方面是要求摩洛哥政府要较紧回应抗议民众对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合法诉求。这波摩洛哥Z世代抗议。和尼平尼马达加斯加等国最近的保安是相呼应，少年世代透过网络社群平台，传人对执政者表达不满，已经变作一种风潮。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希腊有几个大城市，当地找一超过8000人上街头抗议，因抗议政府提出工时的新制度，要改做1天内底工时上长会当做13点钟，甚至要改做1礼拜会当上班6天。这款劳团退步的规划，引起各行各业的不满。真侪工会小长罢工，伫咧车头、学校、病院和政府机关是拢无人上班。希腊首都雅典甲第2大城塞萨洛尼基，七日计共有超过8000人上街头，抗议总理米佐塔基斯政府准备提出的13点钟春秋工时制度。2大公民营的部门工会做几大罢工。铁路、公路、军运交通全部暂停，学校、病院、政府机关也拢无人上班。国会大楼头前的广场组织大阵的示威民众。Το 13ωρο είναι το τέλος της ζωής μας. Σκεφτείτε να δουλεύουμε από τις 7 το πρωί μέχρι τις 8 το βράδυ. Δεν υπάρχει ζωή, δεν υπάρχει τίποτα. Και αυτό μόνο και μόνο για να επιβιώσουμε. Αυτό. 希腊当地咧渐渐脱离债务危机的恢复阶段，去年经济成长率有2.3%。不过，对于多数的劳工阶层来讲，加薪水甲关物价犹原是主要的问题。当局强调，研究当中的春秋加班制度并不是强制，单年上济敢若会当37天，劳工会当加赚40%的加班费。希腊允准每礼拜工作6天，服务业亲像是旅游、餐饮等等行业的员工，伫大月时甚至常常无例假日。全国每礼拜平均的工时是39.8点钟，比欧盟平均的时数35.8点钟更较济。Στενάχωρο, οι εργαζόμενοι
πάνω από 100 χρόνια πριν σχεδόν από εμάς. Έδωσαν μεγάλους αγώνες, ακόμα και με το αίμα τους και με την ίδια τους τη ζωή, για να πετύχουν το 8ωρο και το σταθερό ημερήσιο χρόνο. Και τώρα όλα γυρίζουν πίσω. Γιατί πρέπει, κατά τη γνώμη τους, οι επιχειρηματίες, οι καπιταλιστές να κερδίζουν συνέχεια και περισσότερα πατώντας πάνω στους εργαζόμενους. Δεν θέλουμε να περάσει αυτό. 建筑工会代表向发新社记者指出，超时加班、疲劳是工伤的主要原因。甘那市因这一度已经发生20件致命性的工伤意外。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这几年来，在日本大选当中，真受关注的新兴政党参政党提出日本优先的主张，在短3年来支持率是增加真多。这嘛，地书进前讲要来引进大量的非洲人才来日本交流的方案是临时打动。虽然7月参议院大选早就结束，不过参政党的宣讲活动依然无停落来。党魁成国总备伫9月中到横滨加路演讲，请大批支持者到场。参政党の支持が上がったのは当たり前のこと当たり前に言うからですよ。国民が求めてる政治をやろうと、ね、それが日本人ファーストだってるんですよ。ね、日本人ファーストの対極にあるのはグローバリズムファーストですよ。優先順位が違うってるんですよ。ね、国民が生活に困って不安をいっぱい抱えているのに、ね、なんで先に外国人なんですかという話ですよ。成立到即马，敢若短5年的参政党为朝廷场的2022大选，无到4派得票率到2025年参议院大选得票冲到12.5%，虽然也无法度撼动国会政治版图，不过因的政治主张依然和主要政党唔甲牵制，甚至可能影响上大党自民党的总裁选情。就伫3号部落区第9届非洲发展会议8月伫日本横滨召开，外务省所属的国际协力机构即 ICA 为配合甲非洲国家交流，指定千叶县、木金町等4个都市作为接待非洲甲日本人才交流的所在，因为引起相关地方政府甲民众的反对，接伫9月底提案。今最近日本に来てる外国人は特に日本にリスペクトもなく、ただ労働力として低賃金の労働力として入ってきている外国人なので、そういう人たちはやっぱり日本のためにはなるとは思わないので。学者認為日本長久以來排華情緒唔是短時間形成嘅。日本では移民っていうのはですね、低賃金で日本語がもうできずに。それからその子どもたちは学校から落ちこぼれて、そういう人たちが、地域に集中して住むようになると犯罪が多発すると、そういうイメージがだんだん固定化されつつあるんですね。でそれをさらに賛成とあるいはネットではですね、それを固定化するようなことがどんどん流されてると。移民についてポジティブなことを言う人は誰もいなくなっちゃってるわけですね。美联社报道指出，日本经济正需要外来劳工补助人力，不过目前社会气氛之下，政策方向充满未知数。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以色列海军甲几若只要送物资去加沙的船走落来，而且甲船顶的外籍维权人士拘留，其中也包括瑞典的气候活动家东贝利。这针对去互海军泉水攻击的画面，嘛引起国际关注，为真侪国家拢有人上街头抗议。由45只民众船只组成，载500个机关律师甲社运人士的全球建设军队，这意想要突破海上封锁，将医疗物资甲粮食送入去加沙。不过，其中真侪只船伫离加沙差不多130公里的所在，遭到以色列海军拿查。This is the Israeli Navy. You are approaching a blockaded zone. If you wish to deliver aid to Gaza, you may do so through the established channels. 真侪只以色列军队船舰接近，船顶外籍维权人士穿救生衫，也还双手。瑞典气候运动家唐贝利也被定船的以军拘留，伊坐伫甲本穿外套，甲其他人斗阵被刷到以色列港口。另外，真侪只船顶的摄像影像显示，船队遭受水炮甲不明液体破，船队通信受干扰。伫雅典的监控协调总部，摄像影像传输煞断去，目前无人员受伤。不过相关的画面出来，有关引起国际关注。We're obviously following the flotilla very closely. We just
We do no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and we want people's rights to be respected. 以色列外交部发出声明，表示军队接近华侨战区已经安全可停止，佮将军队的战斗犯罪行为公示的表现。以军的定准垃圾事件也伫前一个引起抗议，包含希腊、意大利、德国、突尼西亚甲土耳其拢有民众行起街路，全球坚决军队表示，目前也佫有3只补给船在西向加沙。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那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20点停火方案，以色列是已经同意，但是哈马斯认为讲，这个计划是要彻底消灭哈马斯。哈马斯的武装集团表示无法度信任美国的停火条件，所以决定要继续战落去。英国的曼彻斯特市一座犹太会堂，初二的时阵受到攻击，有一台车冲对人进去，驾驶落车佮举刀啊，共攻击过路人，至少有2个犹太民众死亡，4个人重伤。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已经甲凶手拍死，嘛甲这个事件来定调做恐怖攻击。美国联邦政府因为拨款中断关门，美国总统川普初二有和白宫的预算管理局来会面，决定要来拆掉倒一寡民主党的机构，嘛表示讲这川普政府上紧伫这礼拜内就会启动裁员的计划。去救灾的民众都要注意咯。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是提醒讲，若去到灾区，就要注意破病，或者是对华人甲病菌炸入来外口。那卫福部长曾仁祥是表示，灾区疫情和非灾区是差不多，毋是灾区就有较侪病菌。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总协调官桂连成是讲，当地也是真需要志工，希望大家做伙来斗3工。为各地内的沙条志工，大家摕沙条伫清土，毋过对人车经过现场涂粉赢赢飞。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正经表示，志工入去灾区可能会破病，也是甲病菌炸出去，提醒大家爱注意卫生。卫福部处长曾仁祥原来有做出回应。当届流感跟可能我们这边非灾区的其实都差不多了哈，没有说被带出来。我只有提醒注意，专业上是不适合太多人进到灾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初二表示，现场超过1500志工，不过花莲光复乡的救灾进度，尤其伫车路的清理，敢若达成30%，也需要志工协助。我们对志工的这个需求是没有停止的，你的体力认为够的。你都可以参加这个志工的团体到我们的灾区来协助。如果没有做好整体性的一个消毒或是规划的话，是不是真的会把病毒带到全国各地去？这个也是需要去思考。注意个人卫生，不要让自己受伤。大家还是欢迎来这边帮忙。医师提醒，真侪志工可能因为天气热无挂喙罨，毋过长期伫涂粉甲喙油的环境中工作，可能会引起呼吸道疾病，甚至出现气管喘恶化的情形。感染权威科医师黄国斌表示，建议志工去灾区的时阵，上好用较长的厚手套，也甲外口二级的喙罨，衫上好穿牛仔布料较用，还有爱穿长靴讲，才会当保护到脚。一般来讲，风灾以后比较常见的类鼻涕的感染人体有主要2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经过呼吸道那它在飞沫里面带有这种细菌。那这种病菌，假如说进到我们人体以后，可能会引起我们人体的肺炎。医师表示，若是救灾志工伫灾区出现呼吸道还是胃肠镜头，上好赶紧就医，才袂延误病情，通及时治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花莲刚好灾情进前，因为交通断站，地数灾民是无法度去看医生哦。卫福部就有启动远距离视讯看诊的服务，透过无人机来送药啊。卫福部嘛表示，每年都会清点全国路头较远，也有交通较高断站的所在。医护人员将药啊放伫无人机下海箱啊，经过工作人员最后确认，无人机为花莲光复长手起飞，飞向3公里远的太巴人国小收容中心，仅用3分钟就顺利将药啊送到位。马太安溪的崩山湖溢流造成光复乡严重灾情，将对灾区快生活方便，真需要医疗协助。卫福部第一摆伫灾害现场用无人机送药啊。医生经由视诊，然后确定他的症状，然后先协助开立3天的药。那我们现在要用无人机协助把这个药物用无人机送到病患手上。
先透过管顾细心看病，掌握病人病情，针对灾民无法度到现场提药啊，利用无人机来送，后民众有药啊马上得到治疗。可以在地形不受限制的情况之下，然后尤其是花东比较天灾频繁的地区，那就可以很顺利的在事先规划好路线起飞。无人机送药啊，因克服交通断气，未来有希望加做协助偏乡灾区的上好的助手，目标走向常态化。爱靠跨部会来合作，卫福部表示，明年行政院无人机计划有3个方向，除了建立平台，也会检讨全国偏远而且开交通断气的航线。在离岛很多的这个卫生局还有都跟我们要求说，当天候不佳的时候，小白船不能开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离岛用无人机来做这些医疗物资的传送？我们空勤直升机或是我们一般的低空直升机也会在同样的区块进行搜救。那这部分无人机进来，如果没有经过管理，这个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危险哦。详细清点每一包药袋啊，有维他命外伤处理包、装下喷剂、催炎等，考虑灾区医疗无方便，新北药师工会药师也来协助灾民。物资总共价值大概在1500块左右，是因为里面的维他命或电解质这些价格都是相当的，不是便宜几十块钱。工作人员赶工备休，整体啊，工会表示，车车队去灾区发给灾民。记者综合报道。彰化有一间准公共幼儿园防验出有考毒，也有性侵害的情形，10天就发生158件。那管护士表示讲哦，除了怀教保人员，也有幼儿园嘛要来采取减少招生1年。要替囡仔换衫，囡仔说伊直咧好，因为伊伫幼儿园互教保员不当对待，造成伊出现反抗的动作。若是安尼，共校其他囡仔佫出现因为惊米伫桌仔骹的状况，无想要去学校是为着自我保护。被害幼囡仔的家长初二同齐出面指控教保员。洗澡的时候不让脱裤子，然后双脚夹很紧，一直喊说屁屁痛痛，然后我们才发现了他私密处有受伤，孩子才慢慢说出一些事情。老师拉着我的手去撞墙壁，某某同学被老师关在厕所里。专案伫调查了，发现教保员伫短短10天内，就出现高达158摆不当行为。另外，成员的 NGO 团体批评讲，专案2摆的调查标准拢无同，竟然是对无直接证据，变作情节重大。这个准公共幼儿园应该要即刻退场，退出准公共化的机制。好，不然你会让更多的家长认为这是政府核可认定 OK 的幼儿园。家长嘛批评讲，要求要调幼儿园的监视器，说真侪摆拢互拒绝，希望教育单位做伙处理。我们目前也在订定各地方政府在处理跟受理民众去调阅监视录影画面的一个注意事项。该名教保员裁处23万元。幼儿园违法及管理不善部分，台处42万6千元，并自114学年度下学期减少核定招收人数20%。对这彰化县政府表示讲，已经采取教保员，佮甲伊停职3天，幼儿园的部分是减招1天。嘛强调讲，对家长调监视器的权益，8月初已经函示各教师，未来会照函示的结果来进行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里的大城里有50户是一直收到检举的罚单，一礼拜是收要50张哦，罚的拢是居民甲机车停伫咧顶仔卡。不过居民就反映讲，这拢是停伫咧因的门口口，也无去影响到别人，安尼实在真无理。有机关就建议讲，应该是爱放领这顶仔卡停车限制。我们这样子一次就被开2张单，我们一天的辛苦钱就这样没了。大即排差不多50户民众，连续几礼拜直直互人检举，提罚单来向里长表达不满，因为因家车插伫徛街头前的顶仔卡，不过最近定定互人检举违规停车，大城里这民众一礼拜就收到差不多50张罚单，居民认为无影响到出入，煞直直互人检举，感觉真无理。是咱来乌倒来，爱叫阮囥伫路边。袂使囥伫遮，乌倒摆，因为你袂影响到人行嘛，路边嘛，佫较危险的代志。劝导啦，或者修法换免于说来开罚。如果是假日的话，几十张都有可能。南投县议员陈义君表示，交通部伫2023年11月有发文各县市政府，
会当照管理配套需要，公告顶仔卡停车实施抗道边机法区域，时段也是期间只要留过路、行路的空间。亲像台中市就公告，除了伫禁止停车区域以外，跨度伫3米以上的顶仔卡停车，会当放机车甲自行车，不过爱保留通出入的空间，建议管府对咧安尼做。3公尺以上。机车它就可以用垂直道路的方向来停放，好，安内电影公嘛被影响到行人通行。召开相关的会议，就骑楼开放停放机车的一个条件、留设行人的空间宽度，还有违规举发的一些问题来做讨论。南投县政府指出，会邀请各乡镇市公所、建设处、警察局开会讨论。参考附近县市的做法，针对开放顶仔卡停车条件、过路人行路的空间跨度、违规安全检举这议题来讨论。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伫咧新竹有一间农场内底亲饲真侪古锥的动物，变啊休困日都有真侪人来佚佗哦。啊，毋过经营3年外，即马说讲是违法的总成立，业者有解释讲，因为提出申请是市府直直咧拖无法通过，啊，那新竹市府是讲一切拢有照规定来办理。拿下面一点。摕草啊饲古锥的羊啊，囡仔感觉真欢喜。这是新竹市一间农场，民众只要买票就当入去佚佗。不过，就是这个行为，互市府认定是展出动物的行为，连续甲业者罚款7摆，总共罚125万。我们从112年的5月份开始营业，其实到一开始营业的时候就已经有被开罚，因为市府那边认为说我们在农地上，然后做营业行为，可是我们其实养的这些动物都是法定的家畜家禽，我们会希望说，就是市府这边先了解一下，说到底其他地区的休闲农场他们的申请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步骤。虽然业者吹讲这些拢是家禽，不过内底饲的动物包括地鼠、羊、骆驼、回鹿等等，对相关管理单位来讲，煞唔是安尼。市府依动保法共裁处7次，合计125万元罚款。目前业者已缴清前6次的罚款，第7次罚款如逾期未缴，也将依法催缴及强制执行。这个亲子景点其实它不算是农场，它没有依法申请动物展演许可，它就进行了这个展演营业。经新竹市政府裁罚，然后逾期没有缴，才移送我们新竹分署强制执行。新竹市府指出，目前农场申请到单，因为各有欠点是也未过关。准则农场已经6000罚款，所以去赶快针对营业项目进行稽查，要求业者做好相关的改善措施。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今年台湾设计展伫咧中华举办，阁剩无10日就要开幕咯。也毋过中华展区的县立图书馆到艺术馆头前的人行道，所讲11月28才完工。县府是回应讲，主要的路面路顶伫咧10月初5真正的完成，其他的部分是等到这设计展结束了后再做。工人伫大日头骹无用赶工，咧打人行道的地砖。今年台湾设计展伫中华举办，10月初10开幕。其中中华展区县立图书馆到艺术馆头前的人行道工程却也未完成，时间过时顶面，甚至写11月28才会完工。民众表示，这个所在为6月初时间较紧，唔知阁爱做偌久。然后这边蛮多车流量的，所以上下班的时候其实会蛮容易阻塞的。人行步道还没有整修好，我发现可能人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可能会有所不方便，甚至在停车上面会有所阻碍，甚至在塞车。县府表示，这个优先人行空间的工程范围是为中华市的东面街到县立图书馆、艺术馆，一路通到中山国小加高粱山庙。原本预定9月底完工，但是因为7、8月风台大雨影响，工程确实有延前。有部分路段伫设计展期间，敢来当成用旧的路面。彰化市中山路友善人行空间的这个工程，从东明街一路串联到古龙山庙，全长大概有800公尺。那主要的工项会在10月5号前完成，也会在设计展期间提供民众通行使用。台湾设计展剩无10日就要开幕，县府强调，友善人行空间的主要工程，亲像是铺设新的人行道地砖、提升路顶的光线，拢会赶伫10月初5进行完成。设计展期间会暂时停工，互民众会当好好看展览。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
中秋节要到咯，一寡社福机构会种月饼出来卖。也过家己管有机构表示，今年中秋礼也是卖无介好，订单比旧年是减3-4成。拄行好往来所，一帮一帮为行箱行出来，准备要来包装。外口阁有老师带着校员继续咧赶工生产。家己县民向的落地里教育基金会，拢会配合中秋节送礼的需求，接订单来生产礼盒。不过因讲今年礼盒的订单状况无讲介好，大概往年的70%，因为台风，还有这次花莲的大水灾可能都影响大家大家都去帮忙他们，这个是应该的。我们台湾都是同一个命嘛，同命。另外一间伫德家的家己县精神康复之友协会，嘛同款受影响。协会讲，除了景气无好，原物料起价以外，因为这段时间天灾影响，致使今年礼盒的订单嘛比旧年减3成以上。去年是差不多40几万的金额，那今年只降到剩下20出头，24万这样子，订单金额不多。对社福机构来讲，中秋礼盒的生产，收入除了运用伫校园的照顾以外，嘛是培养校员自理的技能。社福机构表示，希望社会各界伫平常时也是当斗支持，互公立的烘焙事业会当加做照顾弱势的经济力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寿山有巡山队进港，最近伫咧南寿山环境教育步道有翕到一只马甲斗鹅仔，压一只昏头要登去修理，而且这附近的粪扫是拢黑白片，狗仔底的鹅仔是死的比活的还佫较侪。志刚也烦恼讲，这当地生态敢是出问题啊？一只马卡斗西虾甲昏头冒条条，沿路行沿路海，看起来就亲像是伫咧食粉共款。有人感觉心涩，不过这个画面和巡山队志工是看落真心痛。志工讲，南寿山环境教育步道是这款特有的马卡斗西虾大本营。以早来遮，规个狗仔底路里拢白甲白白，不过这阵仔看到的是死的比活的多。伊认为环境的改变已经对马卡斗西虾生态造成危机。为什么不放手啦？有它的理由啦，是不是这边的食物减少了？它就吃垃圾了，烟蒂算垃圾的一种嘛。可能我们在环境的意识上面还有待加强，对，但至少要能够从自己身边开始做起吧。你制造什么样的一次性的垃圾，就尽量把它带走。南寿山环境教育步道是伫咧中山大学的校园内底，附近学生囡仔来来去去，嘛有真侪人会来遮爬山。不过人一多，粪扫的问题就对咧来。接受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委托研究马卡斗西虾教授讲，根据113年的调查，初步估计马卡斗西虾数量大约是37000只。若是生态地有环境污染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危机。水质确实会影响到它的存活率，因为它就是要比较干净的水质。单单烟蒂可能还好了，但如果是垃圾，我想那个影响会更大。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污染物质在里面。教授强调，因为对马卡斗西虾调查研究才拄开始，目前也无一个科学性的数字来证明族群数量的变化。茶山巡山队是呼吁政府要设立告示牌，加强宣导生态保育的重要性。记者柯家俊、柯朝阳、高雄站报道。狗仔是人的变好的朋友哦。最近有科学家就发现到，其实狗仔比咱所想的更较巧，甚至可会当照用途甲佚佗物仔来分类，咱做伙来看卖。甲狗仔耍咧听我球的游戏。或者是校领队甲物件卖放，这动作对狗仔来讲是轻轻松松代志。不过上下里罗兰大学研究员傅家查发现，狗学习领队毋那是安尼，伊透过视讯，甲世界各地来狗仔甲主人进行一项趣味的实验。首先，伊互主人甲狗仔分别熟悉诱甲摕物件这两项动作，即一堆佚佗物内底加入新的佚佗物甩去挑战来啊。And the next is gonna be a fetch. Get a fetch toy. Go. Okay. Yes, good job. All right, perfect. 研究发现，就算伫算新的佚佗物时阵，无分类指令狗人记会条，为内底配对模式，佮推断一个分类应该适用其中一个新的佚佗物，然后根据这推理去选择正确佚佗物。参加实验的这7只狗仔被要求有或者是摕转来佚佗物时阵，正确率比随机较悬，显示因应依照用途，毋是外观来进行分类。
In this study, we wanted to test whether gifted word learner dogs can extend verbal labels, that is, the names of objects, to items that share the same function, even if they do not look similar, even if their physical appearance is not similar.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uman children learn relatively late in their development. 这研究证实，唔是针对唔是语言部长内底，也有甲卫视相关的分类能力。研究人员相信其他种类也有这种特质，打算扩大实验规模，和更较侪狗仔来参加。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咱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6度。 中部地区25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东部地区24度至32度，关东地区26度至31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后礼拜再会。